旗，奏唱國歌。請各位起立。升旗禮現在開始，請全體肅立，面向旗杆。交通安全隊升旗隊進場。升國旗，奏唱國歌。升旗禮結束，請各位繼續站立。程序2，唱校歌。請各位繼續保持站立。程序3，祈禱禮。現在將時間交俾禮儀組嘅老師同埋同學。進堂詠，現在就讓我們一同頌唱，我們全心感謝天主。
及聖神之名。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各位學生啲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晨。你哋知唔知係今年咧係教會啦？有乜嘢年啊？有一個特別嘅喜年啊！係喜年嗰個主題係記唔記得係咩主題？希望嘅主聖者係啦。所以我今日咧，我會與住你哋學習一個口號嘅，我會講耶耶耶，希望之光。學生啦會講耶耶耶，我哋係 We are Chinese，We are Chinese， 英文 OK。We are Chinese， 所以會講耶耶耶，yo yo yo， 希望之光。之後你哋會講耶耶耶 ，We are Chinese， O 唔 OK 啊？哇！1、2、3，我試下。yo yo yo， 希望之光。We are Chinese。好啦，再一次啦，好似唔係麻麻地啦，所以我哋再一次一齊講啦。yo yo yo， 希望之光。耶耶耶 ，We are Chinese。好啦。我哋可以做呢個活動係 We are Chinese， 係啦。我知道我係 Chinese 啦，大家都要 China 嘛，大家都要係光潮嘅。OK， 再一次，yo yo yo， 希望之光。We are Chinese。今天是結業祈禱禮儀，求主進入我們，是我們在書家中繼續活着聖子基督嘅寶訓，發揮我們啲口訓，基督之光嘅精神，因你啲善子，我哋主耶穌基督，得我哋及聖神，是為一天主永生永和。福音前歡呼。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願什麼是它最鹹呢？得罪可無用途，只好擺在外邊，任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引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至於屋中所有的人。主人，你們的光又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各位請坐。我需要3個學生幫我，你3個啦，呢個前面3個啦，我啊驚啊，唔使講嘢嘅1個啦，有冇其他1個？好啦，你講你1個啦，同埋貴人哇，佢喺中間，係啦，唔使講嘢嘅，好簡單嘅啫。好啦，耶穌話咧係佢自己咧係本身係世界嘅光嘅，但係佢嚟到呢個時候啦，呢個地方嘅時候又好黑暗嘅嗰陣時啦，所以你係呢個光入咗呢個黑暗嘅地方，人哋點反應啦？呢個光入咗呢個世界上邊咧，
好啦，我會俾你哋3個 R 嘅，係啦，英文嘅 R， 所以咧我喺呢度有3個，一個俾你啊，一個俾你 R 係啦，3個 R 嘅 ，OK 係啦，所以咧我都會俾你哋3個英文詞嘅，係唔同嘅方式，人哋即係面對呢個光。係人哋有呢個反應啊，呢個反應嘅，所以咧係呢個光入咗呢個世界嘅時候，好多人未必係接受啦嘛，好多人又拒絕呢個光嘅，所以你英文啦有一個字，你知唔知係拒絕係嘅英文字係乜嘢字啊？都係同 R 有關係啦，同 R 開始嘅。拒絕係乜意思啊？好啦，我俾你呢個字啊 ，reject 嘅拒絕係人哋啦，未能夠歡迎啦呢個光嘅，所以咧係好啦，我哋記住呢度啦，好啦，係咁樣嘅，啊，所以咧係呢個光入咗呢個世界，好多人未接受啦，好多人 reject 嘅，我哋可唔可以講呢個説話啦？1、2、3 reject 係啦，我哋唔歡迎呢個光嚟到呢個世界，係啦，喺世界上邊啦，因為我哋知道呢個光，世界嘅光係邊個啦？我哋話係耶穌啊嘛，耶穌，好多人啦未接受耶穌喺佢哋嘅心裏邊，尤其是啦未必認識嘅，未必有聽過啦係關於耶穌。但係好多人咧係即係始終咧係拒絕耶穌 ，reject 呢個光喺世界上邊。但係福音都講俾我哋聽，係有好多人歡迎呢個光嘅，係啦，接受呢個光。所以咧係第一個 R 啦，都有同呢個接受歡迎呢個光有關係。你哋估下係乜意思啊？receive 係啊靚啊，所以你係好多人啦，都係 receive 係啦，高啲我知嘅係啦，所以咧好多人又接受呢個光係啦，之後啦佢哋變成咩啊？福音講俾我哋聽，變成天主嘅仔女嘅。應該喺呢度啦，都有幾個人啦，都係接受呢個光，呢個光帶領我哋變成天主嘅仔女嘅，呢個光住我哋嘅生命嘅，耶穌啦又變成我哋嘅燈喺上邊，係啦，俾我哋睇清楚啲生活上邊嘅啲問題啦，啲關係啦，我哋可以諗清楚啲啦。我哋有新嘅思想、新嘅方法啦，可以行呢個世界嘅生命嘅。所以咧，我哋有兩個 R 啊嘛，其次啊，第一個 R 係乜嘢啊 ？reject， 第二個啦 receive。但係 receive 唔夠啦，我哋基督徒啦 receive 呢個光變成基督徒啦，即係我哋都有啲責任。你覺得係乜嘢責任啊？乜嘢責任？我哋要分享呢個光同其他啲人嘅，所以你第3個 R 啦，係同呢個都有關係嘅。所以咧係你哋估下啦，第三個字係乜嘢字？我哋要分享呢個光，我哋要翻射呢個光係乜嘢字啊？reflect 哇叻喎 ，reflect 喎，所以咧係第3個 R 啦，係 reflect 嘅呢個字，我哋可唔可以再一次讀㗎 ？reflect 中文係乜嘢啦？因為我嘅中文麻麻地啦，中文啲名反射啊嘛，就係反射，好似反向啊，其實係反向嘅反射，reflect 啊，大家都知道意思啊。
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乜嘢？我哋自己可以講，我係蓋住呢個光啦，我啦自己接收呢個光啦 ，receive 呢個光啦，又變成天主嘅仔女啦。但係呢個唔夠喎，我哋要咩啊 ？reflect 呢個光同我哋其他啲天弟姊妹，即係翻向我哋嘅光同我哋天弟姊妹，我哋先至啦去變成世界嘅光嘅。今日福音講呢個世界嘅光，大家因為係已經認識，應該大家都聽過好多關於耶穌，聽過好多關於呢個光，所以頭先我話啦係，我哋係希望之光。之後咧，我哋點樣講啊 ？We are shining， 唔單止我係講頭啊嘛，因為我好 shiny 啊嘛，唔單止我啦，大家啦都要變成你哋嘅生活啦，都要變成咁 shiny 嘅，因為我哋要廣住咁樣嘅光俾其他啲人，我哋要翻石，我哋要 reflect 呢個光，我哋先至啦變成天主嘅仔女，變成呢個世界嘅光。世界嘅光，所以咧，我以前小朋友啦，除一次啦，一齊講嘅，我會講希望之光，你哋會點講啦 ？We are shining， 除一次希望之光。好啦，今日福音好簡單，講俾我哋聽，你哋係世界嘅光。首先，我哋要接受真嘅光啦。耶穌基督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冇改住呢個光，變成佢嘅仔女，變成佢嘅門徒。之後啦，我哋都要有呢個責任，我哋要齋念，我哋反射呢個光嚟嘅嗰啲人。由天主共歡你大家啦，係呢個燒家海節嘅時候，大家好開心，又帶呢個光係你自己嘅屋企啦。但係呢個光，你參加啲暑假啲活動啦，同啲朋友啦，有呢個光係你哋所做嘅嘢嘅，由天主會有大家，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多謝晒，唔好意思啊，唔該晒，請起立。天父，你拜見你啲善子耶穌基督，帶給我們愛嘅啟示，因我們在學校學習知識嘅同時，亦學習愛天主、愛緊人。現在我們向你一齊祈求。所有的人，使他們都能依照你的旨意生活，使世界充滿和平、互助、信任與喜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請為家庭祈禱。天主，感謝你創造了我們，賜予我們無盡的恩典，讓我們在家庭的愛裏孕育成長。求你福佑每一個家庭，使這個愛的團體充滿關懷、喜樂和平安，是為你時常臨在的地方。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
祖堯天主教小學祈禱。主，感謝你賜予我們學校，培育我們成才。求主賜給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和所有為學校服務的人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求主繼續賜予恩寵，好使我們的學校能培育更多人才，關愛社會，成為國家未來的動力。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祖天同學祈禱。暑假將至，求主讓我們時刻珍惜光陰，善用餘下，培養良好的嗜好，多參與團體活動及服務家人，像主耶穌一樣，在智慧和身體上健康愉快地祈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現在我們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的意願向上主祈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留，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全能日子天父，你明白我們需要嘅左右，求你水運我們啲懇求，幫助我們在各種境況中都能奉獻你啲旨意，奉行你啲旨意。而家讓我們一起以主耶穌基督所教導啲天主經向你祈求。當時上主啲恩慈，又引我們把這份喜樂和希望與身邊嘅人分享，請大家互出平安。祝六十父平安。而家
就讓我們一起重念起念禱文，亦要得我們對天主聖三嘅賞禮和對天國累覽嘅祈禱。我哋一齊。天父，願你藉着你的聖子，我們的兄長耶穌基督所賦予我們的信德和聖神在我們心中燃點的愛德火焰，重振我們對你神國的望德。願你的恩寵轉化我們，使我們努力不懈地栽種福音幼苗。但願那些福音幼苗，使人類和宇宙萬物由內而外得以轉化，並能懷着確切的希望，期待新天新地的來臨。那時，邪惡勢力要全被摧毀，你的榮耀卻要永遠常存。願禧年的恩寵重振我們這些希望的朝聖者對天國寶藏的渴求。願這恩寵使我們救主的喜樂與平安惠及普世萬民。願讚頌和光榮歸於你，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們。Yo, 希望之光 ，We are shining。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祈禱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現在讓我們一同頌唱與基督同行。獨自發光在世上，將不敢孤與他，光於世裏與主偕行，願基督光光環，帶得光面向着世界。我願與救主一起，共望這大路向前進，與基督不相離。雖在聽得別人宣告，不能為何名光，我卻感他撐出山丘，我要努力奮鬥，帶得光面向世界，我要與救主一起，共望這大路向前進，與基督不相離。各位請坐。程序4，校長致辭。恭請陳志恒校長為我哋致辭。講到神父、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各位老師，早晨。唔好意思啊，容讓我企高少少，因為我答應過老師咧，我唔會企上台後面嘅，因為佢哋忙緊啊，我就企喺樓梯嗰度，確保流暢進行。好多謝陸神父咧，頭先咧係特登為咗我哋嘅同學，從你哋嘅角度去到分享翻光嘅重要性。咁事實上咧，我哋嘅校訓就係基督之光，所以咧近咁多年以嚟，祖堯天主教小學嘅校監、校長、每位老師，我哋都抱住一個信念。就係點樣協助學生成為世界嘅光。所謂成為世界嘅光，就係老師團隊會好努力咁樣協助你哋裝備自己，讓你哋將來成長有足夠嘅價值觀同埋能力去到貢獻自己，幫助他人。咁好啊，
講翻一個實際嘅情況，就係今年嘅情況。今年無論校監、校董、校長、老師，我哋不停諗一個問題：究竟我哋嘅同學今時今日學習係為咗啲乜嘢，先至讓你哋將來成長，去到中學、大學，甚至乎出嚟社會有好好嘅發展，讓你哋真正能夠成為基督之光。我記得幾年之前呢，你哋有冇去過地下生態園啊？喺4年之前咧，陳校長咧同一間公司叫做中國移動開會啊，我諗家長都知邊間啦。我邀請嗰間公司幫我哋學校諗一諗，我想幫我哋學校咧，為咗同學裝一個系統，叫做 AI 人工智能系統。呢個系統咧可以讓我哋嘅學生明白所謂人工智能嘅概念，咁樣跟住咧識得訓練呢個系統去到變形蝴蝶嘅。我記得當時咧，中國移動呢間咁大嘅公司咧，同我講話：喂，陳校長，嗱佢真係好認真㗎，揾咗國內好多科技資料俾我睇，睇完我都覺得唔啱我哋嘅學生，好高要求㗎。如果要俾你哋用到嘅系統唔啱。跟住咧，佢最後咧就話：陳校長幫唔到你啊，做唔到啊咁。點知1個禮拜之後咧，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啊！喂，陳校長，原來你提出個概念咧，海洋公園今日啱啱揾過我哋，想做一模一樣嘅嘢喎，所以就邀請咗我哋一齊做啦。所以而家大家去到海洋公園嘅蝴蝶園咧，就有我哋下邊嘅系統啦。喺3年之前，我哋提到嘅 AI 仲係好簡單啊！但係嚟到呢2年，我哋提嘅 AI 係點啊 ？ChatGPT 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通2000問啊，好多啊！我記得我前2-3個禮拜我都同老師分享，以往陳校長要花成個禮拜寫嘅電腦程式，我用 AI 唔使1分鐘寫到出嚟，仲可以俾老師用。幾方便。翻轉頭，同學幾年之前好多大學生畢業爭住要入電腦科，因為佢哋要做 IT 達人。但係 AI 出現，佢哋有冇受到威脅啊？有。又或者以往我哋要好努力讀書，將來咧要做一個懂得翻譯嘅人，而家 AI 識唔識翻譯？識。咁好啊！作為老師嘅我哋或者家長都會心諗，咁其實而家小朋友讀書為乜嘢？會唔會我哋近年聽到新聞成日講，我哋會唔會被 AI 取代啊？係唔會嘅，因為電腦零件、電子系統同我哋人有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我哋有一顆愛心，有個熱情喺度。電腦系統所謂 AI 幾叻都好，得人教出嚟㗎，佢有冇感情？冇啊！好簡單，如果我要教個 AI 系統，究竟全世界最靚嘅係邊個？如果我不停教個 AI 系統，全世界最靚咧就係徐副校長咁樣。AI 真係會咁樣答人㗎喎。真係教個資料庫啫嘛。但係如果我問同學全世界最靚係邊個啊？你哋可能會話自己爸爸媽媽㗎。嗱，所以我想提翻一樣嘢啊。經過咗過去幾個月，我哋老師團隊咧有個概念 ，AI 不能逃避，更加要長遠融入課程當中，要讓我哋同學懂得點樣用佢。5年班同學已經用緊 AI 嘅，之前用 AI 寫作係咪？我哋係做緊一個試驗，因為我哋係教學生懂得利用呢個工具，點樣幫將佢嘅能力發展得更加好。更加緊要咧，就係用啲乜嘢嘅態度去到用呢個工具，去到辨認對與錯，識得分佢啱唔啱。好唔好？最後接唔接受佢嘅建議？五年班嘅同學近排中文都應該做咗啦，係咪？
以原來咧，今時今日同學讀書成績緊唔緊要啊？係好緊要嘅，因為好現實，面對將來升中、升大學真係講分數嘅，所以基本學科嘅知識你哋一定要掌握得好，呢個基本功。之餘有好多能力，你哋都一定要有。正如剛才陳校長提及到嘅一啲分辨對錯，點樣運用資訊科技嘅能力，同埋更加要有咗良好嘅價值觀。你好叻都好，冇好嘅價值觀都係唔得㗎。咁好啊，但係我又想問一個問題。陳校長咧過去幾十年，每年咧都會對住全校幾百個學生嘅。有啲同學咧嘅性格係咁樣嘅，哎呀好攰啊，孭書包啊，我書包好重啊，讀書啊，哎呀好攰啊，唔想讀。爸爸媽媽要我做功課，哎呀好攰啊，要做功課。你早啲瞓，哎呀我唔想瞓啊，好悶。有冇呢啲咁嘅同學？有啊。有啲同學咧就做功課啊。雖然係有啲攰，但係咧其實我已經規劃好今晚咧就用幾耐時間做啲乜嘢，又或者嗰樣嘢好難，我真係唔識啊！嗱，有啲同學會放棄唔做，逃避，長期欠交，但係亦都咧有同學會嘗試問爸爸媽媽，問爸爸媽媽都唔得嘅話，唔緊要，第二朝翻嚟晨早就會揾老師問老師，我真係有聽書同埋努力溫習，但係我都真係唔明，你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冇問題，係咪？嗱，唔同同學有唔同嘅性格同埋習慣，但係翻去，如果將來要成為基督之光，有好嘅價值觀，係無論將來社會點發展點變化，都唔會被將來我哋預期唔到取代嘅話，你哋就要有堅毅嘅精神。哪怕遇到任何困難辛苦，你都唔會怕㗎，會有好嘅價值觀，會唔會好輕易話辛苦咧？唔會啊！你咁輕易話辛苦，好容易就話：哎呀，唔該調整身邊嘅嘢配合我啦咁。對唔住，你將會好快被取代，得唔得？所以又翻嚟啦。你哋會發現咧，近年學習我哋唔係淨喺學科嗰度，老師為咗同學安排好多唔同嘅活動，讓你哋除咗學習知識之外，亦都有好嘅能力、好嘅價值觀，裝備你哋，哪怕將來面對任何困難挑戰，你哋都可以行到條大道出嚟嘅。希望你哋做到。嗱，做到之餘咧，要謹記，我哋要感謝天主，讓你哋有呢個能力，有個機會發揮自己。希望你哋將來當有能力嘅時候，裝備好自己之後，留意身邊嘅人同埋事。有需要嘅人同埋事就要幫佢哋。嗱，遇到任何事唔好第一件事，哎呀，我好攰啊，我有冇着數先？我會唔會太辛苦？喂，佢好似嘆過我喎，我辛苦啲喎，唔係諗呢啲。如果係咁，對唔住，你又係將會被取代，而係真係需要諗翻你點樣貢獻自己，幫助到其他人。我相信各位爸爸媽媽，你哋都認同你哋小朋友有好嘅能力之餘，有好嘅價值觀，等將來佢哋大個咗自己成家立室之後呢，唔使你哋擔心啊！遇到任何挑戰都處理到，呢個我哋都希望做到。咁所以嗱，各位家長都可以留意，由今個暑假開始，我哋唔係俾暑期作業啊。我哋係特別咧，老師自己做咗一啲目標啊，一啲責任俾小朋友。以往暑期作業咧，一放暑假，有部分同學好快做晒，跟住玩。又或者一開始放暑假嘅時候，不停玩到盡，眨下眼暑假就完，跟住就衝到嚟做，唔係幫到佢哋成長。而家反而咧，我哋安排咧就有啲計劃俾小朋友做運動啦、閱讀啦。係持續咁樣做，因為想幫佢哋啊，可以喺假期輕鬆嘅狀態之下，繼續保持一個學習嘅態度，讓佢哋慢慢裝備，協助佢哋成長。希望各位家長咧都會明白。各位同學，希望就嚟放暑假啦喎，希望放暑假嘅時候咧，
放暑假真係值得輕鬆嘅，但係輕鬆之餘咧，繼續多啲閱讀，好好地留意下，幫自己定下目標。嗱，先諗翻過去呢一年自己有冇成長，發展成點樣？下一年你要達成啲乜嘢目標？你哋諗定㗎噃。9月翻嚟我問你哋喎，得唔得？得唔得？緊記㗎噃。咁好啊，喺度咧都希望咧各位同學預祝各位有個開心、愉快、有意義嘅暑假，祝有各位。多謝陳校長對同學嘅一番訓勉同埋鼓勵。程序5，頒發獎項。首先，恭請全體頒獎嘉賓到台上就座。我哋會頒發嘅獎項係學業成績優異獎，即係考獲全級總成績嘅第1、第2以及第3名，而得獎嘅同學亦都喺各學科嘅成績表現優異。現在有請陸志豪神父為我哋頒發獎項。考獲4年級全級第1名嘅同學係C許依林，全級第2名嘅係有2位同學，分別係4A 夏心日、4A 葉海洋。請陸神父，亦都請陳校長陪同。請陸神父、陳校長以及一眾嘅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請陸神父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5年班嘅獎項。考獲5年班全級第1名5B 朱日南，全級第2名嘅係5C 廖子明，第3名係5C 黃子明。請陸神父亦都請陳校長陪同一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多謝陸神父。陸神父請就座，亦都請陳校長留步，為我哋頒發以下落嚟嘅獎項。跟住落嚟嘅獎項呢，就係我哋各班嘅中文科成績優異獎。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獎。考獲全班中文科全班第1名嘅係4A 夏心日。4B 袁思欣。4C 許依林。4D 薛雅雲。4D 何子瑜。5A 李新慧。5D 朱日南。
5B 温柔。5C 黃子薇。5D 薛雅芬。好，有請律常副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嘅副主席以及一眾嘅委員陪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請嘉賓就座。請陳校長留步，為我哋繼續頒發以下落嚟嘅獎項。繼續落嚟，我哋係頒發英文科全班第1名4A 葉海洋，4B 洪曉俊，4C 黃海彤，4D 郭浩飛，5A 蔣念欣，5B 朱日蘭，5C 廖子婷，5D 湯喬希有請陸常副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副主席以及一眾嘅委員一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請陸常副各位嘉賓就座，亦都請陳校長就座，請徐副校長為我哋頒發以下落嚟嘅獎項。接住落嚟，我哋係頒發數學科成績優異獎，獲得數學科全班第1名嘅同學係4A 夏心日。4B 曾俊宏。4B 唐正義，4C 蘇正禮，4D 薛雅雲，4D 温兆朗，5A 黎新慧，5B 朱日南，5C 黃子明，5C 廖子婷，5D 湯喬希，有請陸常副、徐副校長、家教會副主席以及委員一同拍照留念。亦都請陳校長可以陪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大家可以俾啲掌聲，再一次鼓勵所有得獎嘅同學。請各位嘉賓就座。
學校設立服務獎係獎勵樂於服務又表現良好嘅服務生。而家先請家教會副主席古女士為我哋頒發服務獎。獲得服務獎嘅同學包括4A 黎嘉晴、4A 朱宏樂、4B 黃正飛、4B 黃佑嘉、4C 鄭文浩、4C 侯錦月、4D 郭思樂、4D 吳浩然、5A 姚佩儀、5A 李津、5B 朱日南、5B 余子欣、5C 陳海文、5C 鄭國橋、5D 吳雨琪、5D 黃文超、請古女士與陳校長陪同一同拍照留念，亦都請各位嘉賓可以一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請嘉賓就座。有服務獎，自然就唔少得操行獎啦。操行獎係獎勵操行表現優異嘅同學。現在有請家教會委員陳女士為我哋頒發操行獎。得到操行獎嘅同學係4A 郭希南、4B 袁思欣、4C 吳婉晴、4D 張希俊、5A 李心慧、5D 阮文晴、5C 陳海橋、5D 湯喬希、我請陳女士、陸陳副陳校長以及各位嘉賓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請嘉賓可以就座。學校都知道各位同學嘅努力，所以設有進步獎去鼓勵品行啦與學業上有進步嘅同學，而佢哋嘅操行最少都要有 B 等或者以上嘅。而家有請家教會委員謝女士為我哋頒發以下落嚟嘅進步獎。獲得進步獎嘅同學係4A 顏賢元。我哋以掌聲鼓勵台上得獎嘅同學，4A 李永生、4A 陳薛浩、4B 黃旭騰、4B 連卓
賽菜子。4B 黃國賢。4C 林家樂。4C 張美儀。4C 譚家寶。4D 黃思月。4D 陳一林。4D 何子瑜。有請謝女士、陸神父、陳校長以及家教會嘅副主席同埋委員可以一同拍照留念。再一次邀請台下嘅同學以掌聲恭賀以上得獎嘅同學。好啦，台上邊咧就係4年級同學嘅進步獎，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準備翻5年班嘅進步獎㗎啦。好，我哋俾多次熱烈嘅掌聲，恭賀咧4年級嘅得獎商，亦都請交俾可以上嘅，請謝女士留步為我哋頒發5年級嘅獎項。5A 吳奕晶嘅同學，因為佢今日咧請假，我哋稍後咧匯報翻嘅獎項俾佢嘅。好啦，跟住落嚟就係5A 馬少峰。5A 梁靜欣。5B 張樂堅。5B 阮文晴。5B 蔡卓穎。5C 劉子力。5C 李文希。5C 陳欣希。5D 廖嘉瑩。5D 楊海晴。5D 吳雨琪。我請謝女士、陸神父、陳校長以及台上嘅嘉賓可以一同拍照留念。以我哋熱烈嘅掌聲，大聲過雷聲嘅，一齊恭賀台上得獎嘅同學。好，再一次恭賀現場得獎嘅同學，亦都請嘉賓就座。喺呢一度，我哋謹代表學校感謝家長教師會贊助今次學業獎以及進步獎嘅獎杯與合書卷。接住落嚟，我哋咧學校亦都設立咗一個鄭永官紀念獎學金，旨在表揚本校學生嘅卓越成就，從而鼓勵學生喺學業成績、品行、服務以及體藝範疇上有卓越以及大躍進嘅表現，去發揚校訓基督之光嘅精神。本年度，我哋全校共有42位同學榮獲呢一個嘅獎學金。而每名同學亦都可以獲得證書以及書券300蚊以資獎勵。現在有請陸神父為我哋頒發鄭永官紀念獎學金。得獎嘅同學係4A 夏心日。4A 劉永豪。4B 嚴海林。
朗。4C 許依林。4D 張希俊。4D 薛雅雲。5A 李新慧。5A 姚樂希。5B 洪平文。5B 張思妍。5C 廖子婷。5D 李希彤。5D 薛雅芬。有請律常副陳校長、家教會副主席以及委員一同拍照留念。多謝律常副陳校長、家教會副主席以及委員，恭賀以上得獎嘅同學。接住落嚟呢，我都見咗，家長席呢，冇咗家長喎。接住落嚟就係我哋嘅家長積極參與家長教育獎嘅頒發項目啦。為使到家長能夠積極投入家長嘅角色，讓子女健康咁樣成長，學校積極為咗家長籌辦唔同類型嘅家長教育工作坊，同時亦都為鼓勵家長積極參加學校嘅家長教育工作坊。本年度校方特設家長學堂，全年積極參與家長教育工作坊嘅獎項。本年度我哋共有16位家長獲得全年積極參與家長教育獎。現在有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發以下嘅獎項。4A 班陳善行嘅家長關女士。4A 班夏心日嘅家長鄭女士。4D 班嚴海林嘅家長陳女士。4D 班薛雅雲以及5D 班薛雅芬嘅家長古女士。5A 班蔣念欣嘅家長蔣女士。以及5D 班姚子欣嘅家長鐘女士。有請陸神父陳校長一同拍照留念。以上得獎嘅家長，亦都請陸神父可以就座，請陳校長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最後一個獎項。最後我哋係頒發家長義工獎。本校家長積極投入義工服務，本年度我哋嘅家長義工團隊嘅人數已經多達101位。本學年學校嘅家長義工隊總服務時數接近1200小時。學校同埋家長教師會特別鳴謝呢一班家長義工無私嘅奉獻，讓我哋各項嘅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全年喺今年全校我哋約有34位嘅小1至到小6嘅家長義工，分別獲得金獎、銀獎以及銅獎。接住落嚟，我哋就係頒發4、5年級嘅家長嘅金獎同埋銀獎。獲得金獎嘅家長係4A 陳善行嘅家長安女士，獲得金獎嘅係4A 夏心日嘅家長謝女士。
獲得金獎嘅係 4B 溫紅希嘅家長黃女士。獲得金獎嘅係 4B 嚴海琳嘅家長陳女士。繼續落嚟都係獲得金獎嘅係 4C 吳子柔嘅家長梁女士。好，繼續係 4D 班譚天希嘅家長林女士，亦都係獲得金獎。好，跟住係5B 班余子欣嘅家長鐘女士。跟住係5C 班廖子婷嘅家長曾女士。接住係5B 班薛亞芬嘅家長，亦都係獲得金獎嘅古女士。另外亦都係5C 班何元希嘅家長黃女士，亦都係獲得金獎，但因為公務在身，黃女士會稍後嚟領獎嘅。咁而家另外仲有最後係獲得銀獎嘅 4A 劉永彤家長梁女士。好，咁跟住係獲得銅獎嘅家長係 4B 黃正飛嘅家長林女士。銅獎嘅家長係 4C 鄧文浩嘅家長黃女士。另外係 4D 班薛亞雲嘅家長薛先生。最後係5A 班嘅姚樂希家長冼女士。陸神父以及陳校長與一眾嘅家長一同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嘅家長。程序6節目表演。現在恭請各位頒獎嘉賓可以到台下就座，細心欣賞我哋同學仔為你哋準備嘅一眾表演。大家嘅手係咪已經好攰啦？唔好俾佢停喎！我哋跟住落嚟都有陸陸續續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節目。咁你見到啦，我哋第一個即將會表演嘅項目係小豎琴。今次喺結業禮入邊為我哋打響頭陣嘅就係小豎琴班嘅同學啦。我哋俾啲掌聲，俾啲鼓勵佢哋先。佢哋原來喺聯校音樂比賽嘅2025年入邊奪得銀獎。今日佢哋為我哋表演嘅曲目就係 Sounds the Trumpet 以及 Lavender's Bloom。請同學細心欣賞。
好啦，聽完呢啲音樂嘅表演之後呢，接住落嚟呢一個嘅表演節目呢，就去到朗誦咯喎。跟住落嚟，我哋係普通話中小組嘅合眾，每個人呢都有一啲童年嘅，你哋嘅童年幸福嗎？我哋呢有幸可以生活喺香港，其實真係好幸福。大家試想想呢，如果生活喺一啲戰亂國家入邊嘅兒童，佢哋咧嘅生活同我哋喺香港入邊咧真係有好大嘅分別，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今日我哋3、4年級嘅朗誦隊嘅同學，佢哋咧課後咧都留校繼續咧去做訓練，因為咧佢哋加入咗我哋今年度嘅3、4年級朗誦尖子班。佢哋喺額外嘅訓練啊，同埋唔同嘅付出之後咧，佢哋今日為我哋好好準備咗一個嘅詩歌。佢一陣會好深情咁樣去表演一個詩歌，叫做《童年》。佢哋仲有咧喺呢一個詩歌嘅入邊咧比賽咗咧有好多個項目，好幾個校際嘅朗誦比賽，總共奪得咗23個亞季軍嘅獎項。哇！犀利啦！我哋呢個尖子班嘅同學已經準備好啦，我將時間交俾佢哋，請大家細心欣賞。童年，作者韩露。童年是系在牛背上的木铁，悠悠唱出农家的甜蜜。童年是追逐蝴蝶的游戏，我们潇洒在野花草丛里。童年是夏日池塘里的布糖，有印象，知了声声，舒爽如意。童年在爷爷奶奶的肩上拧针，展示人类有一代新意。童年在爸爸妈妈的手掌上摸着，如璀璨的明珠，光彩熠熠。童年在校园的秋千上荡漾，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童年如蓝天上朵朵云花，盛开在灿烂的阳光下。一個幸福嘅童年嘅笑容咧，真係咧好甜美啊！好啦，我哋咧睇完咧一個普通話嘅合頌之後咧，我哋又翻去一啲音樂嘅一啲表演啦。今年度單橫配班嘅同學喺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入邊，以及聯校音樂比賽2025，分別係獲得亞軍以及銀獎。今日佢哋為我哋表演2首嘅樂曲，分別係 Rainbow's End 以及 Championship Cha Cha Cha。咁而家請大家細心欣賞佢哋嘅表演。
音樂真係好陶醉，好好聽。我見到大家隻腳仔頭先喺度都跟住啲拍子咧，一路喺度享受緊一個咁好聽嘅音樂。唔知大家又訪問下先，有冇成日咧喺開學嘅時候咧喺6樓咧傳嚟一啲咧好特別嘅一啲聲音？唔知邊個咧成日都會講啊，係啊，係啊，好大聲咁呐喊聲，喺6樓又聽到啦。跟住咧，除咗大聲早又聽到之後咧，5線後嘅小息又聽到，放學又聽到，常常都聽到有人喺度嗌係啊。係啊，有冇人聽過啊？真係有喎，係咪？究竟係咩事呢？點解我哋由學校剛剛開學嘅時候就會聽到呢啲咁明亮、咁鏗鏘嘅聲音呢？大家估唔估到啊？跟住落嚟呢，就係啦，見到 Miss Ray 呢，唔係英文了得，普通話都進步咗少少啦。開始知道呢，原來呢，我哋嘅中師集聚嘅同學呢，已經準備緊為我哋呢去表演跟住落嚟呢一個嘅《揚子江船夫曲》。佢哋喺今年度嘅香港學校朗誦節嘅比賽當中榮獲普通話朗誦嘅冠軍。不特止啊，佢仲可以代表我哋學校喺唔同嘅場合，亦都喺校外進行咗多場嘅表演。現在我哋就有請我哋5、6年級嘅集誦隊嘅同學表演普通話集誦《揚子江船夫曲》。我哋俾啲掌聲。余光中。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还有，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顺风时，扯一张白帆，把风儿装得满满。上水来，拉一根铁链，把船儿背上青天。还有，把船儿背上青天。微笑的水面像一床摇篮，水面的和风是母亲的手，疯狂的浪头是一群野兽。拿船儿托起就走。还有，拿船儿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还有，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哇！原來咧佢哋練習咗咁耐咧，就係頭先咧剛剛嗰個嘅集頌嘅詩歌啦。跟住落嚟，我見到你哋啲手手腳腳開始想喐咯喎。訪問下你哋先，有冇睇過飛踢表演？哇！梗係有啦，自己做過添，係咪啲同學仔？係咪？原來咧咩叫做飛踢表演咧？原來即將咧，我哋咧就會咧睇到呢一個嘅跆拳道嘅表演啦。飛踢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佢哋會跳躍過幾個人。跟住咧，再會擊碎木板嘅一啲表演，哇！真係唔簡單，聽啊，就係讀呢一個嘅台詞都知道，哇！好多個動作串連完之後咧，有一啲好刺激嘅一啲動作喺台上面咧，即將咧就會表演啦。跆拳道班嘅同學咧就會將 overside kick 呢一個咧表演之後咧，睇下同學記得啦，呢一個咧係受過專業嘅訓練。請同學切勿喺家中咧冇大人嘅陪同之下咧喺度模仿。而家咧大家細心欣賞台上面嘅精彩飛踢表演，俾啲掌聲鼓勵下我哋跆拳道班嘅同學啦！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rmy fighting. But they fought with expert timing. They were off the Chinamen from Chinatown.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up.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down. Chinese arms, and everybody knew they want. But they took a step, and I took it from there. It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rmy fighting. But I thought it expert timing. Let's get it on. Our lady stand, started swaying with the hand. Some motion made me skip. Now we're into a brand new trick.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 loving fighting. But they did it with expert timing. 오늘이 맛있다 나를 찾아내
슬프게 아무렇게 화끈하지 마 구비해 하늘 위로 손에 high 기다린 내 나이는 간지러워서 너를 잊지 가는 건 모른 척 어리세다 누구도 장담 못해 망가는 대로는 잘라 let's get it right 전일은 그 의상 따위 쏟아진 뒤에 waves walk straight 넌 이기니 왠지 그래 눈이 딱 편히 일주일은 나를 kickstart tonight 내 눈을 뜨고 있잖아 You don't wanna change 그것만 좀 좋아 꿈이 저기 저기 하고 싶은 걸 따라가자 외치는 더 이상 어색해지는 날 준비하면서 나 1, 2, 3 countdow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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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1, 2, 3 countdown佢一齊咧去幫佢一齊去飛踢嗰個木板係咪啊？好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去到我哋嘅壓軸表演啦，俾啲音樂咧調劑下大家，等大家平復下你哋嘅心情先。今年咧，我哋學校嘅早煙弦樂團、弦樂團嘅鼓樂組以及弦樂團嘅敲擊樂組，佢哋咧得到我哋嘅弦樂團嘅總監徐偉勝先生以及音樂科老師温傑文老師嘅帶領之下，奪得中國青少年音樂節冠軍，俾啲掌聲啊！犀利喎，我哋攞咗冠軍啊！另外咧喺第13屆嘅藝穗杯國際音樂比賽入邊攞到1等獎以及多項嘅音樂比賽殊榮。
今日我哋娛樂團嘅同學為我哋表演一首著名嘅樂曲，係一首電影嘅樂曲《Star Wars》星球大戰嘅主題曲。好，而家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好啦，今日咧我哋嘅精彩表演咧都完畢啦，接住落嚟咧就係我哋最後一個環節程序7校長結語。現在恭請陳校長為我哋。好，60號各位家長、各位同學，頭先温主任咧提我盡量簡短，因為好多 run 咗啦。喺度咧真係咧多謝各位家長支持小朋友，讓佢哋除咗學業之外，多方面咁樣成長，俾機會我哋能夠可以用心培育每一個同學。另外都，我諗其實各位家長睇完頭先咁多唔同嘅演出，真係欣賞小朋友佢哋嘅堅毅，即係努力練習，唔怕辛苦之餘，亦都多謝我哋嘅老師。我哋嘅老師咧，的而且確係全年花咗好多時間去到培育小朋友，可唔可以借你哋掌聲多謝佢哋？咁好啦，喺度咧都希望咧各位同學咧，正如頭先所講，好好地珍惜今年呢個暑假期，唔係淨係玩，而係好好地咧繼續裝備自己。讓自己休息之餘都有啲機會，繼續咧讓自己有機會好好地發展，為9月新一個學年做好準備，得唔得？得唔得啊，同學？咁好啦，咁喺度咧再一次祝願各位咧有一個健康、快樂、有意義嘅暑假啊！多謝各位。多謝陳校長。祖堯天主教小學2024至2025年度4至5年級結業典禮現在圓滿結束。現在有請陳志恒校長可以陪同陸神父先行離席。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咧都嚟到呢一度啦，4年班嘅結業禮。首先咧，我想咧同家長講聲先，因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有1至3年級同學嘅結業典禮嘅。咁如果家長會繼續參與下一場嘅典禮咧，可以留步繼續安坐喺呢個位置另一等。咁如果咧唔需要再參加下一場家長嘅結業禮嘅家長咧，可以先行離席。
再一次多謝你哋今日嚟到我哋學校嘅參與。一陣見，係咪一陣媽咪爹哋會接你哋放學係咪？一陣見。好啦，同學仔咧，俾少少耐性去等候一陣啊！我哋先請家長離席，稍後會安排同學咧返回課室。好啦，請5年班嘅同學慢慢起立。